不是吧？早知道你就应该听我们的。哎，谁叫我是你的老师呢？来，记起看，71分。二位来了，邱主任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人怎么可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？他会不会是作弊了？哎呀，周老师，这种可能性不会，这不可能。廖学斌不作弊是绝对考不过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他还要上公开课，我这就去联络其他的老师。邱主任，我一定不会让这匹害群之马继续祸害郁金香高中。来，宋老师坐。哎呀，宋老师，那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邱主任，我在想，廖学兵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老师？以前应该承认，我们对他有些偏见，那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一无是处。可是这段时间，通过我的观察，我觉得他所付出的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。如果说他有唯一做的不对的地方，那可能就是他不符合我们对教师的认识和定义。宋老师，你说的有一定道理。这样吧，你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好好的想想。哎，莫老师，庄老师，您有事儿啊？是，我跟你说啊，廖学兵这次的资格考试啊，他如果不作弊，是绝对考不过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有一堂公开课，咱们啊现在要去联络一下其他的老师，不能再让这匹害群之马继续祸害郁金香高中了。这个事儿啊，哎呀，莫老师啊，你就不要再犹豫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咱们得为郁金香高中的学生和家长负责任呢。是，这个责任得负。但是，这样吧，周老师，您先去，我呢随后就到。好，那我先去联络一下其他老师，一会儿就过去啊。好。圆圆，等廖老师呢？我在等你。等我。我今天看到卓老师找你聊了很多。是。他是在跟你说廖老师的事吗？莫老师，我知道你因为我多多少少对廖老师有些成见，但往往这些成见都是先入为主的。说实话，我以前对廖老师也是有看法的，但那是因为我不了解他。我们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习惯将他的生活碎片拼接起来。但是，你除了这些，还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。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现在坐下来，平心静气的、客观的对一个老师产生一个公正的评价？冰云，我其实对廖学兵这个人呢没有任何的成见，我只是因为……莫老师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涵养的人，你会有自己的判断的。